生老病死係人生難免嘅歷程，點樣先可以做到樂觀面對疾病嘅苦難？馬喜如曾經同癌症戰鬥10年，耶穌不斷俾力量支持佢，令佢人生充滿平安喜樂，仲不斷祝福別人。年輕時嘅馬喜如認為理性可以解釋世界嘅一切，直到佢親眼見證耶穌改變生命嘅力量，立刻順服，相信呢位真神。後嚟佢成為喺教會受人尊敬嘅長老，不知不覺變得驕傲，沾沾自喜喺度諗：我受咁多人稱讚，人生仲有乜嘢遺憾呢？點知佢喺2009年發現患上4期鼻咽癌，癌細胞再入侵肺同淋巴核。雖然抗癌10年嘅日子非常難受，但係佢捉緊神嘅手捱過風浪。即使今日佢嘅健康已經大不如前，佢立志用餘下嘅人生為主而活。如果想知更多精彩內容，請掃碼瀏覽天使心月刊網站啦。